过来看到新北市邦桥有民众和人民车假投资广告骗去，损失130万。诈骗的事件是直直咧发生，行政院将通过压制诈骗的专法草案。在新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肯定，不过嘛强调这重点是伫政府落实压制诈骗的作为，莫许有伫咧人民车等等的网络平台看广告，一定得要徛名，若有诈骗的行为，才有法度来追究。警车驶正紧，被这个受害妇女赶到桥上妇幼，有一个金头毛的查甫人出现，讲要面交提钱，警方随即包围逮捕。那小姐，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们派出所一下？这位姓连的嫌犯即间自告下，涉嫌做诈骗集团的车手。因若迄天伫咧过头尾监控的2名共犯，伫吹尾也被抓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被害人是伫 FB 看到投资的广告。就是讲，有10人在底操作股票，一个月迄年会当超过30%，就先后投资130万，看到有趁钱，就想要把钱领出来，不过对方一直改动。诈骗集团跟他表示说，你如果要收取利息的话，要先支付代抄手续费，跟他讲说，你这个手续费及代抄费用都没有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。早期的案件一直发生。行政院伫咧催告决定打击诈骗专法，加大打击的力量。不过，在信团媒体董事长谢金河正不满，伊讲伫 FB 顶头也是出现一大堆假冒伊身份的诈骗广告。伊作为网络诈骗上大的受害者之一，讲诈骗的情形实在是太严重了，这拢是政府无作为所造成的。这个是政府带动的这个之前的一个现象。我一直呼吁就是说，今天一定要强制。不管LINE或是 FB 或是 YouTube，你在接受这种广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广告委托的人是谁？他同时提供账户，如果有诈骗行为，那你一定要负连带赔偿责任。除了有名的人身份被冒险，在社群媒体顶头，最近有真侪篇大文，讲到家己被诈骗的经过，讲诈骗的乱象真多。不过，这款大部分内容拢差不多，是真的也是假的，大家伫咧讨论。而打击司法将会规划管制平台业者。谢金河是持肯定的态度，不过伊强调，重点是伫咧政府的执行力，也建议像 FB 伫咧看广告的时阵，爱采取实名登记，做好防止加打击诈骗的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